首先祝屏幕前嘅你以及嗰啲有啲討厭我又要經常嚟睇我嘅以及嗰啲黑粉們啊，祝你身體健康，合家安康。大家好啊，今日係4月10號啦。紅橙哥一個咁好學上進嘅農民值得點個讚啦，係咪？有啲人又講真正種水果嘅人係冇會喺互聯網分享技術嘅，講紅橙哥就係一個買日佬。呢啲人呢，我亦都冇反駁。其實紅橙哥嘅果園呢，隨時都歡迎大家過嚟指導工作，黑粉亦都歡迎過嚟果園指導下，有白粥食嘅。如果有時間呢，滴翻杯都得嘅，係咪？無論點都好啦。以後仲係一如既往，毫無保留咁同大家去分享我所認知嘅種植方法俾大家去參考。作為一個農民，亦都算係為鄉村振興、農業發展出過力啦，係嘛？而今幼果期都成熟，我哋每隔700天就要防蟲、防菌、加熱面肥。荔枝而今一般都有黃豆咁大噶啦，要防好蟲，熱面肥要跟上。防蟲呢就用長效加速殺，防菌就可以用百泰啦，比做迷菌枝啦。幼果期防蟲防菌，我哋就要對水對多啲即係用淡一啲吓。幼果黃豆咁大至紅頭階段，我哋又用壯果囊去棒果。壯果囊可以加強細胞分裂，促進果實嘅橫向生長同埋縱向生長，會令到我哋個果頭更加端正圓潤。再有對我哋後期着色係起到好大嘅幫助嘅。壯果囊1包500克，對水1000斤，30斤水係加15克或者17毫升。未備好嘅朋友呢，就要揸緊時間備好，快遞係需要3-5天時間嘅。再有好多粉絲問紅橙哥點解你冇直播嘅咁，以後有時間紅橙哥會喺以下呢個號直播嘅，大家可以去關注下吓。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